唔可以喊哦。哎呀，谢谢，谢谢哦。哎呀，好长人来不喊。哎呀，我们希望会做两种三夫，但我怕太抢戏了，算了。因为唐爷个上面，我感觉比上礼拜别得上。咁我讲咧係，佢叫是真冇聽到呢。讲出来让我讲，我就已经讲出来，有叔叔打的呀。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好啦，也多人呢是呢一禮拜嘅呢，新嘅禮拜。啊，波 V 18歲，介紹完呢新嘅 V 面炸，新嘅 V 面炸，羅浩然，哎呦，做得妥妥。哎呦，人生都有斯文，各有衝到火啊！等他吃加兩片，好了比賽就唔試下啦，唔試下落去發嘅，按那個拉雙拳叫佢擋唔爽啊！佢冇要緊啊，冇啦，阿姨講係啊，大家注意好嘅成績啦，好嘛？就做抽上 V 面炸波 V 啦，好，好嘞，加油！啊，比賽之前的介紹完評審席上嚟，好，請司機先生，請嘉賓先生，總體先生，羅桂麗先生。想你先生介紹得了，好，準備好勢啦哈，好，馬上就進行級別比賽咯。嘿，TV 係車面煙帶來澳洲嘅海，來，彈開啦。澳洲嘅海已有無影着來。獨行嘅石台，無數嘅海點睛的表高台，參條面去跳擺，跳擺真能行過天神路，跳擺。真能開過探峽谷，跳擺跳擺，無影記得跳擺，因配附近行景處，山那高馬中後生啊。開年，莫要了付出啊，何本來給愛，太陽路馬後生啊，留開年。新舞台噶，幾好，來一節目比賽一好嘅，係哦，係啊，唔是以攞杯罰錢以請先生嚟搞，係按多嘅專業欣賞讓指頭，對呀，係啊，這些老師也很雞婆，也很熱心啊，講熱心，一得翻幾日就衝一踢。哦，有冇問題吼？有冇問題？馬上就貼片留下來，然後給到個學生的指頭。哎，真的，好像他不用回家一樣。對啊，都不想回家了。不想回家，選手想回家，老師家裡不溫暖，然後覺得哎，這個我們學員才比較重要。很謝謝慧茹老師，上次還就是來找我，跟我說我真的這個共鳴的位置，嘿，真的已經
因为评审很多老师也跟我说，就是在节目有讲。哦，是啊。那所以好像这个讲了也没什么用，效果不大的样子。送100有他好啊，因为自己都会紧张，然后又常常都是有点感冒的状况，所以就变成蔡秋红在唱歌。哦，有一些惯性会出来。我知道2礼拜也个上演已经有改编呢，有调整，共鸣有改编呢，有回想慧茹老师说的一些。对啊，今天好像又有一点拉回你之前的状态。是哦，鼻音比较共鸣比较重。你唱的时候你都不觉得哈？不觉得。是哦。讲法又唔会咧，你讲法又清楚。讲法跟共鸣是在这下面的。讲法清楚。一唱我讲哦，一唱歌就好。给海。嘿，屁孔就切定嗰種感覺。奇怪哈。哦。要點一種習慣，要慢調整吼。但是創作樣板還唔對啊，搶高欣賞。搶思飛欣賞。好來，梅燕姐哈，今日我來講幾個面向來看啦。其實我剛才就發現講，今日係感冒係，你今天有感冒嗎？對啊，有一點點，有一些感冒。所以其實要說各位啊，應該按你講哈。一開始我知道，可能挑釁可能定得太低，但是太低，向大咩唔怕，其實我有嘗試咩話按呢，就冇馬上唱歌，冇馬上用力，我只會用當大嘅 key 來挑釁來唱。啊，唔過你對亞嘅挑釁嘅部分呢，要不人講呢問聽圖啊，你可以提講，整個共鳴它的位置會不一樣，因為大音有大音嘅方式，高音有高音方式。啊，唔過大音部分。剛剛講到你鼻音的部分，金幣真嘅佔比重非常重，9成吧，我到8成到9成，幾乎都在用鼻音。所以按你彈法，感前面部分冇問題，就是在鼻音會出了一個狀況。所以我們用口腔來看的話，我這樣會不會像趙琪老師？耳鼻喉科醫師，我們開在隔壁的聲音哈。OK， 就是那口腔的部分的共鳴都踩在上半部。要唱得這麼低，哦，走給海，尤其係要在海要沉到那麼低，可是你沉下去的時候，你沉了，可是你的鼻音還是存在的，所以呢，你的共鳴要壓下去，阿帕希耶發，你可能壓不下去，只好往上擠，所以一往上擠，它聲音鼻音一直不斷的在出現，在這個一個流傳當中呢，你一直冇法突在轉變這個共鳴，所以可能是因為第一個。你可能感冒，你不敢發太用力。第二個就是，你可能就像剛剛羅哥在問你說，你知道用在鼻音嗎？你自己沒有發現，你去講冇發現，你去講專業，你去講 visual， 你去講唔對。所以這個部分你可能還是要，像要係有力量嚟發，你專業彈一下，你感覺一下，我會緊閉會走專業咯。其實你前200。流量的部分來吃到你已經刪掉非常多，我覺得慧茹老師幫了你非常大的忙。可是這一次不知道領養版又跑回去了，所以而且跑回去的比重太重，所以我可能按那部分可能我們還是做一個修正會比較好。好，安子 C 了解。安子 C， 對啊，就是共鳴的問題哈。那鼻音，你看蔡秋鳳鼻音董後堂啊，就很有味道啊。比如說像那個清風，他也很鼻音啊。這是一首簡單的，就很清亮。可能今天 key 又太低了，沒有空。對，每次都是變蔡秋。唐有人比較薄一點的這種嗓音，薄的嘅嗓音。好了，看一下給個分數啦，好不好？看一下掐米煙嘅分數。你試試嚟啦，問險哦，係啊，可以啊，還有杯，你很有。好，先做一遍，然後搓一下，你可以哈，安子 C， 好，沙下嚟入味哈，沙下嚟，強威總帶來情歌傳心聲，來，等佢啦。情歌來伴你彈，我上了兩條漫山，
山，心爱的甘油糖，糖到爱的心上。情我藏心上。思念你的心也怀念你的故乡，心爱的甘油糖，糖到爱的心上，情我藏心上。哎，姜太公情歌传心上啊，系啊，系嘛？你咪意思？情歌传心上，错。哈，我上礼拜一来就马上日本，真唱得真好啊！对呀，有亲有痴心的感觉，哎呀，亲有拍头的感觉，就像董事长一样，正经的，对，台天的董事长，台天的董事长吼，我系给台天上班牺牲人，也算退休的嘛哈。退休的哈，哎呀，公家机关呢。哦，佢做台天，佢之前有乜个散档可以接天线啊？有冇，建电塔嘅哋，我去河河嘅，河二厂嘅片河厂建厂嘅是这一种。那你身上应该有一些河能。要那个冇啦，外泄脏不会红吗？那你很安全的。肺炎还恐怖。冇啦，冇恐怖。不会啦，冇恐怖哈。冇啦嘅。哦，所以你就長期啲嘅啦上班。冇，我送到七曲音乐节调转移企划处。哦，对，台六筹辦公司拄好啊，係要拄到去到田螺嘅人。哦，田螺嘅人，佢嗌家要土個夜間鋪，夜間鋪，夜間鋪係土田螺嘅。哦，我係做起嘛吼，做起個田螺學手人啊。對，咱去個會有田螺嘅人，咱是下城市該掉哈。應該是哇，寫城市哇，專業人士。這種時候很清秀。對呀，做個清掃係清掃。哇，厲害呢！冇啦，喂，厲害啦！我是電腦木乃伊。我也是山西白痴嘞，没办法嘞。我连开机在哪里开我都不知道。正经嘞，有一摆本你妈嘞，这电脑要怎么开机啊？是以为像灯一样有冇？对，我不会演的有吗？你看，真的假的啦？正经啊，跳拜啦，没俩哈啦，没俩哈跳拜。哇，厉害！活到老也要学到老，真的。好，你冲突了唐先生的公平啊，好嘛？嘉宾先生，节目。哦，姜太公以后正经活到老学到老哈，我家张龙非遗先生。复习一下讲以前佢的比赛时间哈，莫按响应，而家越来越响应，咱听一摆来哈，然后讲，那之后历史歌曲拖了当好，听一点，我讲的係，特別啲歌曲特別都唔啲係唔知解老先生教呢，你有一些小的技巧跟修饰音，然后彈啊，譬如講時音，有冇？時音唔嘅輕音，還有快音，嗰種，就雙雙扮唱，西馬人講各一兩張音，我知道當然唔知解特色，唔過冇改聽到啦，喺講啲啲唱歌地擺都係修飾音，你喺講好嘅部分嗬，我喺講嘅根本嘅嘢上，彈起來當來要神，奇怪咧，你感冒喺講甜甜烈烈太多，特別啲梅言嘅部分全部。分叉別睇咧，就影響到我彈唱歌嘅感情，還有唔見比如考一啲分數啫，你嘅形象係唱唔唱？你唱到形象對冇？你再看播出，你唱到反義嘅，哦，你要注意下哦，哦，會影響到。哦。我希望佢比如好嘅成績。好，謝幕。來你這都帶好嘅成績，一好嘅，來看一下，好。看一下楊偉總嘅分數。謝幕。哎呦。
因为老师较难叫啊，有是咯，哎，这多多人点5分点啊，哎呀，哎唔吧，又留下来几分，至少留下来冇问题。对啊，我来先都恭喜啊，恭喜啊！我来再一张手，来个，好了，杀好了你的嘴炮朋友，好朋友啦，拍摄啦，来双拳带来，封神影音五。哎呦，哎呀，这是什么歌啊？不是tango。哎呀，来tango啦。爱去了风声隐隐，这真的好像在洗三温暖一样。真的哦，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真人抽鸦片，阿里就动态。阿里就态了哈。感觉真人无看过。你看有读到参赛片，有冲到火发哦，被心中一块是蹦蹦跳。心上有老给懊恼的事情，捏自己大腿。老朋友，唔会喊哦。哎呀，谢谢，谢谢哦。哎呀，好声音来不喊。哎呀，我想我做2种3副，但我怕太抢戏了，算了。
哎呦拿出生命在唱歌了，很够了哦，用生命的编的，还可以吧？啊，要叫救护车吗？干不要去里面哦，可以吗？冲得暗涌，声嘶力竭嘞，真的哈，一条歌无冲呀，哎呀，一听到冲出来那种感觉。上个迷头，冲拱起个故事那种感觉，对啊，是呐喊式的，很有感触。怎么了？你要哭了？我来，应该抽奖呀，平复一下。平复一下呀。你对金币这有信心吗？唔对啊，你唔对哦，放心上。你讲的唔准啊，你讲的唔准。他真的好像在喜山温暖一样哎。真的哦，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用，哦。唔怕啦，遮遮掩掩就好。这种心情呢呀，我想，哎呀，不能哇，很有成就感，哇，很有动力，然后又被打下来了。正经抽鸦片，阿里就动态了。阿里就态了哈。感觉正经无强用。你看有读到参赛片，又会冲到火发哦，个心中又开始蹦蹦跳。心上有老给哦弄个时间，捏自己大腿。哎呀，这首歌呢表现得很有味道，赤豆青后。对，唐先生的公平啊，是松坤，金富丽那首歌曲，我觉得你选的非常好，非常的适合你的音色，你的音色很特别，沙哑沧桑，但是也有力量。你在尤其是在最后一遍副歌，你整个唱出来的时候，你保持那个整个声音的那个厚度，但是依然在沙哑的里面去嘶吼，我觉得真的很适合你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你一直以来哈，你一直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在你要唱比较轻的时候，比如说你这首歌刚进前面歌曲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旋律是比较轻的，你在音准上的掌握度就不是那么好。好，我觉得这是你很大很大的致命伤。好，你每一次在一句歌词里面，你就有不同的共鸣，哎，这是很奇怪的。鬼斗散了哈，光这几个字你就跑来跑去。爱会傻心，鬼斗散了哈。你有这么漂亮的音色，非常适合唱像这样流行的歌曲，跟现在很多的这样的曲风的歌，也可以表现得非常好。那只要知道你的尾音，还有整句话你要怎么样表现在一个位置上，不要整个这样子共鸣跑来跑去，音准就跟着跑来跑去。就算可能评审或观众朋友对这首歌不是很熟，可是都能够感觉你是走音的啊，这样就有点严重了。好，这个要注意一点。好，那好好的掌握你这么棒的音色里面，去让自己更多的进步。好，加油！好，来看一下大家分数了。看一下赖松平的分数。90.5分，是都97，对不？哎呀，90点，人家个分数个落差，咁唔会同台哈？系啊，奇怪，都在线果的问题啊，冲的问题。基本功啦，基本功可能细节要再注意一下。自己要再加油一下。基本聽較高嘅話，吼，充滿個唔會真差太多啦。對的，所以你是用基本聽度冇啦。黑馬先生。好了，加油加油！拍謝哈，好嚟回做這題。好了，撒落去，羅菜油帶落羅朋友。好嚟，講啦。嘅老朋友，能叫我看到高的渴望。條擺搏嘅夢，過了很多年，又是眼夢。
都分析。我只出提起，一条路拢故事，有爱陪你。蔡友吼，对，哎呦，哎，怎么？对我们 FD 讲的这个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浪漫的一首歌。哇，尾奏那么长这样，好浪漫啊！唔可以喊哦。哎呀，谢谢，谢谢哦。哎呀，好声音来不喊。哎呀，我做了拢三夫。但我怕太抢戏了，算了。我等下进去，我给你看。等下不看。不要吓我们了。哎，快点可以。哎呦，哎，听说你的朋友呀，清风了哟，没有，因为我有没有跟朋友说我要来比赛，然后我想说他有一天就传我的那个，你怕更小呀？没有啊，他就传那个影片，你不是我放在 YouTube 嘛，然后他就传片段，一直传，我说，哎，为什么他知道？他就说，哦，我阿公都传给我看，说，哎，这是你朋友。他阿公认识你就对了。嗯，对。哎，你还粉丝呀？系啊。所以阿公有看安尼节目，有节目啦，动音看。哦，看到就给传本给他传的，所以就讲哎呀，两个朋友啊。然后你跟你朋友，我刚他说，要不要先跟我要签名一下？我没有啦。你再自己讲完，等他不挨他好吗？这样你不会疯哦。让他们听一下我们客家的这些流行歌曲，还是真的。他们那时候听，他们就有一个比较听不懂客家话，说怎么感觉像听像国语歌的感觉？哎呀，就觉得对啊，就是觉得说，哎，这么好听。现在新一代创作的歌曲真的都很好听。他说很好听，真劲，厉害。打破他之前对客家，他只会孔山沟头一般这样。传统的散开调。哎，两妹流行歌呀，对嘛哈，他早期耶，比较早期嘛，哎呀，所以现在的真的不一样，好听，真的。来，唐亚欣赏的公平啊。蔡友你好其實我當希望日常嘅一個部分就係講，對情感的拿捏哈，那種收放很自如，就係講。你在唱柔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你的口气跟你的柔的感觉。你在唱强的时间，要有朋友懂很深刻的印象。你的声音的高音穿透力很强，也有点。你那个有点呢，也同时很有缺点，就是讲你的声音本质其实是很好的，但是你比较不懂得怎么样去发挥自己的优点，然后隐藏自己的缺点。所以就是说，你在唱一首歌的同时，你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多，所以要评你有点难评啊。不过还是要给你点建议，就像今天你一进来，你有注意到吗？你是刚刚在彩排的时候，你唱第一句，慧茹老师马上把耳机拿起来听呢，这就表示有你的歌声音有吸引到老师，我也被吸引到了。你刚刚在捋的时候，后来你正式唱的时候，你第一遍的主歌也是很棒。就是跟你刚才捋的时候一样，那感情淡淡的、轻轻的、强强的唱出来，不认同感同有画面。但是你里面从主歌的部分就比较强烈一点的。要是国外的主歌，你不用火力全开，这样反而会让我们听的人觉得有压迫感。这是你今天唱主歌的部分，而且唱的有点紧，你知道吗？你的前面的那个主歌很好，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副歌进来的时候，就整个跟主歌完全接连不上了。虽然说程式要做出来，但是你这程式做的太大、太跳动，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一下子就那种感觉就完全不见了那种感觉。所以其实那个尚群啊，你有一个跟他同样的问题，你的声音本质也是很好的，你实力也是很好的，只是你也不知道你的优缺点是在哪里。
所以有时候你们挑歌的时候挑对了，哇就很棒。挑一不对，或是 key 用错了，哇你们分数就很糟糕。记得哈，掌握自己的优点，然后掩盖自己的缺点。好，加油。好，子姐，好，多谢哈，好，来看你分数了。好，看分数了哈，来了哈，看一下罗彩云的分数。厉害了啦！没问题。但是因为普遍来讲分数都冇一个，都压目前，CV 来讲，啊，加油！加油！好 ，OK， 加油！希望有朝一日找你签名哈。好，记得签名来。好了，撒下来的 V 面炸啦，上礼拜嘅 V 面炸，罗浩演带轮有喊张来了。喂，躺下啦。哇哦，哎呦，真假音，转弯，哎呀，真假转音了你哈，很厉害嘞，真的厉害厉害，哎呀，所以，你之前这上面有讲过你的上海读书嘛？嘿，读书，走，啊，所以读书的时间，你戏剧系
戏剧系有学到的创国的部分吗？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是读导演系，导演系，那导演就要懂所有的幕前幕后都要了解。真的。对。所以你以后立志要当李安吗？没有啦，其实我念完2个礼拜我就翘课跑去旅行了。啊？那有病呀吗？我每一周都跑去一个城市旅游。啊，你爸应该很气吧？你别开机哦，你给读书你啊，你给我翘课。动静静哎，好，后来我就因为我住在中立嘛，然后那边非常多的云南人，对，在眷村里面。中立有个云南村，对。后来我就立志说，我一定要去云南走一趟，去看他们真的有米干这个东西吗？米干，对。要搞到嗰邊嘅朋友就出嚟，想以佢哋嘅故鄉看一下。走。然後故事最重要就是我在那邊要轉機，然後早上7點的飛機。對。後來想說，那我們就那麼早，我就睡在機場好了。結果後來那個保全就來趕我們說，這邊不能睡，你們要出去，這樣。我想完蛋了，剛剛那一組朋友被趕走，我想待會應該就是我了。後來我就跟他們說，等一下，他們就這樣轉過來，怎麼了？我說我跟你們一起去走。他說你們要去哪？我說不知道。我們就跟他一起去附近，就稍微小酌一下。那一組朋友是溫州人。溫州人。就剛好他們也在上海工作。對，可是最重要的是，就是我的 GoPro 就忘在計程車上面了。後來我就回到上海後，我才發現，哎呀，我的 GoPro 不見了。結果過幾天他們就幫我寄回來了。對，所以我就覺得這首歌有喊張來了，就是思念這些在內地的朋友。對，就是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很照顧我。對，溫州人很厲害的，溫州人他也很團結，很團結。然後世界各地很多那種紅銷會那個商人很有商人，對，溫州的商人很厲害。對啊，那你交到溫州的朋友很好。對啊，太好了。我來總體的唐先生的公平。蔣志斌先生。OK， 浩源，今天超藝術國會，我好喜歡今天你表現的層次感，好，表現的層次感哈。其實現在呢國會當然感情的部分，你要有一種慢慢敘述的感覺哈，然後你有做到了，可能然後你學嘅本科也有關係，就是觀察整首歌希望的態度，所以基本上你 hold 住了這個部分。藝術國會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它給它節奏感。好，它是屬於比較 shuffle， 是我很愛當戲範的一種節奏感，那個 shuffle 的感覺。加戲嗰個時節，其實我對牙嘅頭一記，日頭走入片，我知道你衝了以後，好，就係講後半因為加特別很輕很淡的衝的時節，在節奏上面的感覺就會顯得有點開始會有點搖動，有點嘅冇掌握到，某一把其實藝術嗰位輕重感你已經有掌握了，可是有個記下來點的部分呢，就會顯得開始在搖動的感覺。可能會注意到那個部分，還有還有假音的部分，我覺得你今天用得當好，尤其係輕高音的部分啊，還講我很走脫，沒有，聽一擺聽一擺就 cover， 又夠 cover， 其他部分我覺得你今天就是感覺到一種你自己剛剛講給溫州的朋友嘅故事，我就覺得很對味，很喜歡，當喜歡哈，安子 say。好，呀，他就有唱，呀，他的清果粉，前七果粉係乜嘢呢？好，菜油，菜油，為什麼要疑慮？對，哎呦，羅家3劍客，真的，那我先去旁邊了。你回家了？拍攝啦，新加坡，好來。也這來看一下，等一下，目前這個分數是誰比較低啊？對啊，你最低，美妍姐啊。那下次有機會再來了，好不好？怕啦。哎呀，安內的先看一下兩 B， 看一下羅好演的分數。上面我感覺比上禮拜別啦，羅哥你粉絲咧，唔好講，咁我係講咧係幾時就冇聽到呢？講出嚟啦，我都已經講出嚟，你粉絲就打佢啦。安尼就先看一下兩 B，
欢迎哈罗好演的分数。好，97.5分，恭喜，还是没有机会哈，下次加油，好吧？那先恭喜他，好，跟他抱一下啊，要抱一下，感情那么好，下次再抱你哦，恭喜了，抽到明年大狗皮来，连续6名单。哎呀，春风十位，保米正8岁，好，我哋先嚟介绍目前米面站5冠的，连续5冠嘅总一曲，一曲子，恭喜！连续5冠，非常恭喜啊！恭喜5冠就是高一班的，高一班的几率就哈。50%，考算术是吗？对啊，那应该几率要往前进，也蛮高的了哈。几位清高啦，那个2冠、3冠，有可能有赌较强，我都比你打的了，系啊。表示讲实力真好，是好，漳州的连续5冠，希望哎呀，顺利做过关，因为安尼制作单位个钱准备好势啊。嘿，都要升利息了呢。犯罪意啊！哎，哎。好嘞，比赛之前的介绍完了，评审欣赏啊。魏生炯先生、李秋霞先生、曾明珠先生、罗莹莹先生。好了，欣赏介绍的咯，马上要进行比赛咯。有新嘅朋友来咧。特别新嘅朋友喺乜嘢咧？來自花蓮嘅結案，一天九帶來3個字。好嘞，睇下啦。挺高興哈，係要見面咧，你好，你好，係來自花蓮嘅朋友，花蓮咧，開線嘅時間有讀過，哦，開線有，哦，做見嗰個面咧，係吧？啊，歡迎。係啊，哇！花蓮女都有咩演哦？都讀經驗。還好啦，你啊普悠瑪請假。啊，普悠瑪係。差唔多喺結案過來咩？差唔多2點鐘吼。哦，2點鐘啦哈。但是講學花蓮嘅人哋高倉嗰個教學嘅資源較冇多，哦，較冇多變學過人樣行。人樣蠻練習。今日高倉班。有高倉班，哦，高倉班學啊，專業副卡練習那樣。專業係我頭家會用嘅 CD 片就傳到天師蛋糕本嚟學創啊咧。哦，係啊，天師蛋糕我樣學創。冇啦，佢用嘅 CD 相對那樣啦，聲音本佢出來。卡拉 OK 度啊，哦，阿邊啦，卡拉 OK 啦，人部卡嘅電器係咪？阿表姐。表示我卡環境高了不差啦，不差啦，卡拉 OK 好衝啊，係點啊？哦，誒，真係冇，有一個
嘿啊，他真普遍的呀，卡到 OK， 嘿啊，有木卡都冇啊，可能花莲嗰邊較好，而家對大家台北市嘅全部都是住宅大樓，已經卡拉 OK。我吵到人咯，唔係啊。管理員就嚟傾天狼嘅有冇？誒，幾位撞下唔會吵，唔會吵，所以係當鋪。請有聯繫嘅房間。難怪人家創過嘅生意暗亮。真緊張，緊張啊！難免。第一擺，即算第一擺嚟都係你飲冇？嗯。哦，第一擺點會緊張啦？都是。點會緊張？哦，唔怕，衝突嚟，先生嚟公平啊！你哦，談關啦嗬，蔣偉先生。那位人士花蓮講落嚟，唔是今日唱三個字哈。看你訪問的時間啦，是開面上眼哈。咁我唱歌嘅時又知道係，可能因為第一擺來嚇唔適合那種嘅場合喎，冇適應那種啊。你多少有種緊張嘅感覺哈。但係呢，唱歌啊，我一條山講一講，唱歌我就挺上愛情，啊，也唔是今日你那條山歌只唱來，雖然講幾條山歌全部意順意好解啦哈，我要聽到會說上山燒上山啊樣上哈，難上難睇，該聽嘅先見老人後見先嘅大夫。韓國第三個洋洋嗰度，我就說你記得啲會疼啊滾上摸錢，韓國仲要貪卡呢樣嘢嘅摸順哦，呢一點轉移都來練習啲運用嘅問題啦嚇，有順度。韓國咬字方面，第一個眼神，你全部一般專門唱眼神。一係二聲字用上嘅事，希望講所有我哋參加比賽歌手呢，特別李秋華先生唱的會針對呢一事，非常拼嗰個加強呢一事嘅一種拗強哦，希望大家嚟多練習，加油，加油！好，安謝，好，而家分數要統計出來了，看一下夾嘅分數。好，看一下入天橋嘅分數。哎呀，其實一分還不差啊，吃了很多的啦。對啊，迄個上迄個較好啲，我可能加2、3分沒有可能。2.5分加2分應該冇問題。大爽，好，馬先轉去別當好，好，安子謝，哈，謝謝哈，安子謝。處女秀，總係讀的時候是有一些緊張。哎呀，對哈，你當初也是會這樣嗎？我會啊，會哈，緊準的，唔定用蠻充實的。你是講這件事嗎？是。好嘞，好，接下來總父母帶來平板。來，談下啦。開
哎呀，不客气，您好，评审现场好。哎呦，会记你唐爷个上面，我感觉比上礼拜比迄个今日较有感冒的感觉吼。感冒。别得吼。一滴，一丝嘞，好，一丝嘞。好，罗哥也粉丝嘞，莫讲，嘿，咁我来讲咧，嘿，佢叫是怎无通道呢？都已经讲出来。跟粉丝唔知道现场义工要按唔清楚诶。给戴那耳机给喊啊清楚。哎呦，那有他唔清楚。没对，有。今日要同人分享一个故事啊，神奇的故事哦。系啊，乜嘅？黑马后高的故事。喺饭店用。一离行的时间发生乜事情？两个学术会议离行，容易呀。按不到啲饭店吼，就有个点心好食，俺都冇食点心的习惯嘛。哎呦，有几个朋友们冇，就落饭店休息。结果真爆气上诶，咁啊负债吧？负债哦，俺哋就看到个保护嘅就停停嘅聊台就下來。哎呦，中盤咧，神父要捉到嘛？結果捉到樣睇哦，即係都聊下來，跟住啲食點前面講，唔咩負債啦，如果嘅小氣啊，衝咗蛋糕去啊，感應器啊都照顧好。有個煙呐，對，我哋都經常嘅樣，嗰度燒到會死。個做下啲震動時啊，係嘛？個煙呐，個警報器感應到咧啊。從人出做雞湯嘛，做雞湯嘅手煙呐。先歡樂蛋糕衣。點嘢客家人一定要從人出。歡樂蛋糕衣啊，歡樂蛋糕衣。很冰的喲。咁嚇死哦！腳嗰種樣睇哦。哎呦，真嘅，後頭假警報，冇乜事啊。嗰條燒藝條燒到會死，結果。燒都燒唔到晒，保護很寬人，係哦，那就順屬於啥都燒嘅。他們整理後給他保護整住，那順便呢就殺手就也是很好整以下。你啲四定神，哇，神父都冇做嘅，哦，佢做出嚟，哦，就不得了，佢當要寬條啊，跟寬馬莎。好啦，我哋從佢哋唐先生嚟講評啦。長秋華先生。父母子見到見定嘅相啊，上舞台吼有經驗嘅吼，小容親吼，就兩位主持人講嘅吼，唔嘅叫咩嘢飲質冇上禮拜按好，哦，要注意，再講要感冒啦，吼，感冒當然會影響到吼，唔過軟腳做咗以後，唔過咬舌方面係運氣方面係你注意，山果啊，冇山果啊，山果、果倉，吼我。接上才節目裝，按講唔講行咧有面講三個，啊有啲個體咧嘛，啊三個，還有你溫氣上，一時冇創嘅溫氣上嘅氣，頭氣一接下一嘅時節，俾你感覺超明顯，啊，你頭尾顯嘅時咧，你頭咧你會入上人立體啦，哦，還有閒時節你要強壯哈。啊，咁樣嘅即係講嘅飲食做得啦，就老吳講嘅，做嘅溫氣上啊，注意咬舌要注意，嚇，繼續加油！好，謝謝。你看下個分數。好，嚟看下總分每嘅分數。哎呦，多到2.5分哦，解是的哦，係啊，就是1.5分。好，應該唔掂啊，留下來嘛，嗬，係啊，先恭喜啊，嚇，恭喜，應該冇問題，冇問題啦，嚇。啊，什麼大家？留下來冇問題，大家。係啊，所以生意要顧好來哦，冇再邋遢了，好嘛，嗬，先準備當錯。2分2，哦，真好嘅，冇啦，睇自家都掂。好啦，沙落，喺彭水峰帶來羅山歌，來彈佢啦。認真誒，卡咗條冷氣啊，一沙卡到5了，cái 100公斤啊，100公斤嘅冷氣，cái nó mà cái窗前等氣。
笑啦。父母宽啊，认真呢。啊，唔愛慘啊！世間富貴，輪流做哪？乃有推推呀，富翁家呐。喂，兩位主持人好，你好，你好，你好。水天宮，係啊，台灣客家水電工，客家水電，水天。哎呀，他講頭擺後生嘅時節，身材保持都當好啊，會做得，會做得，做得啦。我自家做嘅服務嚟練嘅人咧，做嘅種嘅，中間加幾做嘅。鐵棍唔係做嘅啦，鐵棍最哪有團體？一片25公斤啊！哦，做嘅用啞鈴就做緊呢啊，槓鈴嗰種。係啦，係啦。啊你啊，自家做，個練都有胸肌6塊肌啊，有，哎呦，2塊肌，推起嚟都都推得起咧。哦，喺卡咗吊冷氣啊，熱沙卡到5樓，計100公斤啊，100公斤嘅冷氣，計到乜嘅窗前等氣啊，130年哦，105公斤嘅。哇！當嘅安尼窗前呢，計兩時當到窗前呢。啊，睇台都收。睇台最睇台係100公斤，時間呢140年，145了。係啷個？計兩時講千緊箍，一時講千緊箍啊。計上下冇成用卡好方便。哦，因為卡起來。對，冇法度啊！我啲行業冇錢。用買啲啦，係啦，係客家人認真打拼嘅，認真打拼。也真有可能要真有發到來就去創神果啦，攞嚟真強爽啊，係冇？會強爽啊！對啊，後生嘅認真打拼，攞嚟真乜過好成法啊！係啦，冇錯。啊，你重提了唐先生的公平啊！好，蔡明珠先生，好。水風先生嗬，唔可以查啦，人生本來是人嘅歌唱嘛，後生時節嚇認真地位，落來讓來啊，前次嘅娛樂，不論唱歌啦嗬，跳舞啦嗬，然後呢打乜嘅太極拳啊嗬，然後攞轉動嘅娛樂啊，你阿政府先推行嘛。所以真好。基本呢，你唱歌嘅歌聲啊，非常嘅潤情，是講聲音有嘹亮，主要係個時間嘅導入啊，一首歌啊完啦，時間冇時間，按台上出來啦，其實冇乜嘅問題，做得真好，係分數啦，本到千個，繼續加住喎，唱到千好哈。你客氣哦，要特別注意嘅水風太高。好，我哋嚟看一下夾嘅分數。哦，看一下彭水風嘅分數。
4.5分啊，要水果啊哈。7公分哦。哦，等候休息，先转移等候休息。好，师傅，看等下有办法抽中伊嘛？好，加油加油加油！好，安住先。好来杀了，杀了，嘿，总比真带来平板。来，等我啦。你成绩好。系啊，双礼拜没讲对嘛？本开动。必流行歌，啊乜嘅應該我用啊本係黑道啊，本係黑道安尼，歌詞唔記得，未死看拖住鼻，正經，所以今比給我血脂一下。你血脂哦，还有，對不對？正經哦，啊，他要先出去嗎？不是哈，給他順通都得哈。所以你想要謝上一次你忘記的那一條歌係怎麼樣？好，周得哈，小 Ken 老師，可以，好來，沒問題啦，準備好了哈。血脂一下了哈。哦，那怕他今天萬一沒機會，下次就沒辦法唱。先給他血脂一下。要探歌，也愛高興嘅吧，為人做事我要盡責，後悔當初冇聽伊勸吧，一生路怎會行到安難過？交代主獻嘅吧，永遠記在愛嘅心肝啊，整個心情莫名的甜，請你原諒過去的一切。哦，謝謝。哎呦，你準備？哎呦，客家界的詹雅文哦，真嘅，轉移聽眾哦，練習鏡頭。沒為了要謝詞的呢，讓我們看一下多少分好了。好，就不列入分數啦。好啦，劉航竹歡迎你啊。好，那這樣可以了嘛？哈，謝謝。有歡喜嘛？有血池到了。沒關係，謝謝。我們會把這一段剪掉。沒關係，唔怕啦哈。
好啦，真的会冲啊，流行歌其实冲的挺好。下次有机会你那个呀传统组比退以后，习惯微面以后，再过来编流行歌曲，会冲。两首叫他参加就好了，系嘛吼？这没办法的呀，应该没办法。哎呀，那选一片，再另外会先，好不好？做得嘛？等你，好吧？好，先来看这边的啊，传统的啦。哎呀，请英欣赏，英欣赏的公平来。好啊，今比皮正台建议改上任吼，我感觉动顺香港从起来吼，譬如讲俩书平板伊改带任，一般安尼唱家会讲带任还会讲上面会邋遢，毋讲伊带任俩排从起来动稳吼，冇问题，香港咪动顺，所以食后背嘅事嘅时节吼，弹起来本应感觉动轻松，我想俩係今比從俩平板，值得安尼大家學習嘅優點。好，接下來就係本嘅建議，比如講嘅體育季吼，反散高粱。韓國第三季山歌衝出，吼，體育當然也係很強，吼，愛撈佢拗雜來，吼，韓國拗事，這個就係講，你係做得撈你係事拗到下漲的，我相信你從起來嘅你係用途會很下聲音，吼，反散。同冇？嚇，安樣應高音上去要唱下來，因為你低音當好，嚇，所以我想安樣應唱，可能對你倆貴屬平板來講會很下加分，是冇呢？是冇先生？好，好，仔細，我哋就看一下佢嘅分數咯。看一下總別整嘅分數。9這一分，哎呦，兩比9這一分啊！天九字平分咯。那今天又可能全部留下來嗎？係有可能哦。係哦，天下太平啊！安心好。好 ，OK， 好，回做休息。好，來殺下來，安尼明年炸哈。連續5禮拜嘅綜藝曲帶來3個字。嚟，彈我啦。夜曲之後，兩位主持人好，哎呀，佢講吼，我看佢講資料，佢講吉布卡嘅老鼠，哎呀，鼠患猖獗啊，咩話？我跳白又跳落咩話吼？我咪下巴咪，就算暗部嘅病佢出去，叫出去療啦吼。啊，記住下巴咪捉嘅老鼠在內搞呢，呢個電波啊，見捉幫我看講，佢當為佢捉要老鼠，佢條正經波哦，佢唔係正經來說啦吼，其實哎呀。樹啊，搏特別皮，特別搞吼，跟老鼠會炸死呢，因為炸死。下巴特排人吼，跟老鼠樹一下就就個觸角地位度行啦，啊，叫做中到嚟啊，啊，個建議咧吼，哎呦，我看到個老鼠吼，就走出來跳去加飼料，美味嘅飼料。
哦，以为包个吼就许个动台条呢。啊，我个先生说讲，那去锯出来，其实就该琉璃台该下袂啊，吼，该底下有个屏幕个位数啊。啊，我就看起落去，该底下有个玻璃门，我就拿关起来，所有空个就去切电，本去出来一礼拜打开来，哦，一礼拜以后打开来，其实钥匙就滴袂。哎呀，咁当初有300哦，3条路。哎呦，都关在底位度。我路出头我靠个钥匙。哎呦，所以我看不用太多东西。我路出正经电一样。对，没有正经轻巧了。轻巧哦，有没有当我的回忆啊？系啊，好啦，好，安尼总体来唐先充电落咧。唐先生讲明。蔷薇先生。擂台球哈。因为唱了3个字啊，我感恩认为呢，你普通话的3个是3件意思是同样的唱腔啦哈。咁我们今日头期嘅人生呢，喺大会会说，到第3期小口事情嘅唱腔有冇同样哈？第1期係唱传统嘅唱腔，第4期仍然上不了的。有唱轉嗰啲咧各種式嚟嘅聲歌，我冇講動態缺點啦嚇，所以我哋感覺講咧對稱偏分嘅呢個問題嘅時候是多少有講，有感覺到持續個怪怪，我是感應嘅意見啦，希望大家來共同嘅探討講，讓萬一也好正確啊，加油！哦，佢平常時談到嘅感覺嘛，潤味兩字就講冇共用，因為他冇共用。好，這個膽子很大哦。咩請難講啊？當然講，來，咁冇其他先生因為當好啊。係啊。好，來，先有請嘅。兩個親哥分，彭水峰先生嚟到舞台當中，嚟麻煩啦。94點5分。好。大禮拜都2方面有來。連續2禮拜哈。連續2禮拜。從5禮拜都安尼情形哈。差唔多哈。哎呀，來看今日要多變冇咁啲啊。看一下，來看一下專業曲嘅分數。阿峰哥眼睛一直在看你呢，他從來就沒有像看我呢。他都跳過去，小老師對啊，你大概是考證哎，他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一句後堂對吧？是啊，再傻的人也知道要看哪裡嘛，對不對？好了，看今日要多變冇咁啲啊，看一下，來看一下專業曲嘅分數。好。94點5，有評分。有評分。哦。安陽州還忙到第6關。哦，真冇辦法晉級入草嘅。哇，你今日全部不是留下來啊？嘿，全部留下來哦。94兩個共用。用嘅評分呢？哎呦，太好了哈！容易咧，一團和氣。一團和氣，啊，不生氣啊，表示唔錯唔容易呢。我想講啦，喊一禮拜。係咪？喊一禮拜，砸過嚟邊啊嚟，好唔好？砸過嚟邊啊！好呀，就共唱啊你哈。誒，唱你嘅粵曲字，等送你嘅 V 面扎嘅寶 V。用錢來電波，係啊，今日有唱到有團體啊，係由安尼國寶級嘅李秋霞先生所帶領嘅一個團體啊。難怪起咧兩片立正站吼。哎呀，講到秋霞先生吼，對人哋嘅客家嘅文化吼貢獻真嘅千太千太。今日兩個團體咪係哦，節得獎哦。哎呦，安尼。比賽時節得獎嘅團體。哦，安尼是夾先來看起來就精彩嘅表現啦，好唔好？等下就好好嘅訪問下你，好唔好？係歡迎特別是綜藝歌友班。
呛，油呛。来，哎呦，来，你按天爱当中个羊肉鸳鸯出来冇，我冇用轮椅送出来都不差。做两 IV 先生好。哎呀，家堂家人创过的吼，当合册啊。哦，正经哦，当合册，当夹索。當急索，佢咪研究嘅，夾索係跟講啊，當要練。哦，你按行到仲勁，行到仲勁。我要進來咧嚇，好啦，slow motion 一來。好嚟參加一下一個團體綜藝歌謠版嚇，喺啲台北啦。特別是崇禎輝嘅崇禎輝，特別是崇禎輝綜藝歌謠版。嗰陣時係我哋班長李榮彤班長創嘅班。哦，創立多年嘅時間呢？你係我哋冇嗌嘅班長，你係厲害先進嘅班長。班長要唱。班長，班長好，報告班長好。綜藝班創立有30年啦，30年啊！我本班歌謠班，也有副琴班。演的班呐，愛演的啊，大鼓嘞，沒有，所以18般武藝樣樣精通都做嘅呀。做兩樣講，變咗那啥嘢？有痴心呢？有一種18般武藝喺南部啊嘛，泰國真看得到嘅。做嘢表演，看得到嗎？射飛鏢好厲害，啊！你燒到人一天看過呢？我冇看過人燒嘛，有乜好燒啊？我見人家從30年前，嗰種是很當後生啊。從以後生啊，從30歲、40歲。係啊，所以個規個青春就付出到人哋綜藝的歌謠版就出來哈。哦，哎呦，跟他真的個情有心啊，一生懸命的倆片款。我哋歌謠版嗬，旋律來嗬，有天子音咩，有天子咩老師係嘛嘅，係傅散勇老師係嘛？個樣式哦，結盟咯嘅。傅散勇老師，傳連老師，還有你戲班呢，黃元珍老師哈，黃元珍老師戲班呢，阿波咪人家簽到我就唔肯做，冇法度啦。我還欠錢，哪有可能欠錢？哦，你桃李滿天下，戲都奈哦，都係學生係對朱下先生一好誒。我哋班從以前開班到了哈，得個冠軍咧哈，公婆有10個吹，哦，正經啊，還有包括今日智慧，好多年咯，哦對，加下個師傅對觀眾嘅嘅味係蠻人哈，係啊，上看做得很強，佢好多年記到秋梅兩週里兩季送，伊個叫佢做皮包誒。好，叫咩？要做衫褲，當到呢啲表演嘅人嗬，都會做呢就出嚟嘅衫。唔看佢今日做咗身衫褲嗬，佢咁懵嘅講，先生今日智慧今日做嘛？我講緊唔是做衫褲啦。兩身衫褲嘅表演啊，本上係睇國家劇演國家劇院表演嘅時間。嗰陣時我開到，我講錯唔好，只有請幾位學生嘅，所以佢買幾條要買到兩身衫褲，窮人忙是做過，所以佢幾位。哦，所以啲人做成亮相一下，有聽，你咪再逢必講嘅，邊行得逢嘅。你咩客家人要按客家先嘛咧？家鄉人啊，按家鄉人啊，家客家人啊你啦，家客家人，客家先 Q 嘅，係嘛？客家先 Q。好啦，家客家人啊嘅，後水有時多，後水有時多。我家鄉人唔講，我係海陸講海陸腔。哦，唔係，我都講海陸啊。怎講啊？講下我長啊。哦，唔係，我嘛曉講，我嘛咁，我嘛咁講，咁講就養人咧，係冇？從我都唔曉講，我就咁講啊。硬愛講，你都咁講，硬愛講，我特別同佢講海陸，我腔為老腿，行得清感酷。生意老腿咧。好不容易坐床。好啦，哇，家真係看得都非常合適嚇，你睇一下那個女生囧先生，係啊，交流觀後感想啊咧。今日嘅綜藝歌謠版帶來兩首評版。首先我哋講啊，畫面，我哋吳先生呢做嘅服裝啦，非常係強烈嘅色彩。
搭配了南翠然了，非常品熟了，让动物搭配到非常温馨的嗰種畫面。我看到非常係至於啦，我哋講呢個唱了兩首嘅平板山歌呢，佢係用南強調冇強用嚟唱腔。頭先你介紹啲講，你係國寶級嘅李秋霞先生所水量下來呢，強壯秀下冇肉變，郭翠然啊開面上眼，非常品質嘅嚟唱出嚟山歌呢。我也希望講，我哋所有客家界咧合唱團呢，你哋新人呢，能夠嚟向呢處嚟共下學習，共同嚟探討，使得我哋客家山歌呢合唱嘅呢，合唱唔係個人凸顯嘅為所，係非常整齊大家共使命嘅呢。使得我哋客家呢啲合唱嘅新歌呢，甚至能夠往上提升，嚟我哋對呢啲表演也係比賽。嘅目的嚟宗旨，希望各位加油！安先生，真係強中帶兩字哈，冇肉變啊！他真係我啲嘅化妝間哦，唐人都非常嘅，即非常嘅順意啊！唔好講我唱嚟唱去哦，當合適當好聽，和諧，扮裝帶兩字哈，哈，對，當神忙啊！對，再帶了一條歌啊，你好嘛？藝術歌曲，嘿，在藝術歌曲呢，就會演個那古色看點，因為你父親班的老師，然後呢黃定金老師，然後千道威老師，然後大家啦，哎呀，我帶了一條歌啊，就錯係，好來，可以下古色看點，有林業，然後秋梅兩位老師，係佢兩殺嚟主唱，好，來，彈看啦，來，欣賞一下。手掌手留一朵花，它出來自家夢，你說了一番話，心中把布繡啊繡落去，學繡係啊繡一樣，馬兒來看真，難嘅姑娘啊，小小見面，不過要山村。
哎呦，你好，规个综艺父亲版出来，来出来，你看哈，来出来，规只版都来，帅哥美女，请回记啊，所以两边关系呢嘛，古技术，哦，技术，安尼嘟嘟创一条古树宽的，都非常的适合吧，哦，平常是感情好吗？仲好啊，仲好啊！天時當空講好啊，私底下都冇好我認為強下學 K 咩？哦，強下唱歌，係，強下聽李老師聽幾年呢？係哦，幾年？幾多年？20年哦，佢差唔多嘅，我所差唔多嘅30年呢。哎呦，正經的，很忠誠，全無理虧，全無理虧吼。你問本人媽咩唔怕吼？係啊，超人嘛本人嘛，係吼，而家唔靠本人媽。但是咪小妹要知吼，而家有啲學校教書啊？有，教乜嘅？教客家啊，客家話啊。哦，所以有拿到行年認證，有新傳師，哦，考到乜嘅級數當中一般般？中國級啊，中國級係啊，哎呦，搞嘅小學嘅鄉土語言教學，跟住係有去學當橋，也係可以去補習喎，補習補當橋。我那個拼音嘅都唔曉得咯，係還有拼音靠個詩嘛，係啊，羅馬拼音啊，安尼寫嘅客家嘅作文咯，哦，還要寫作文哦，係啊，中國級咧，所以係搞嘅只有教嘅手作班啦，手作班，我哋就泸州嘅真善美文創手作班，對，我嗌咗係冇滿記，叫做唱嘅，所以表示講一兩個技術係冇好嘅，冇技術人嘅，佢上到人係帶下嘴鼓聽啊。放滿嘢啊！佢諗係打嘴鼓啊！緊講，幾家下啲大廈，指定牙嘅面，你生嗌冇？你生嗌冇？你講講嗌冇？你記得嗌冇？你講記得嗌冇？係記得嗌冇？安尼嚇，安尼嚇，我說好，我上過日節目啊，係記得嗌冇啊？係啊，我記得你到成人節可能好吃。哎呦，唔知上過幾集節目唔上去記得，嗌主持按多集節目，係看過按多人啊，那有辦法答答都記得。我不記得，我當記得。好，我從現在再把你印在我的腦海裡，刻在我的心裡。哦，因為現在 Ken 哦，他生氣了，他生氣了啊！他說他最喜歡我。哎呀，好啦，盡量喜歡。好啦，最喜歡你啦，羅斯。好啦，三番加呢，哎呀，你真正是啊！我們今天秋梅姐還有自己做了一個禮物。係哦，唔但搶來衝過，還送禮物，本來呢粉絲呀都。面熟，冇多啦，啊，就買個東西啊。準備兩條啊，自家做嘅領帶啦，領帶客家係客家嘅。點嚟領帶呢？佢妹做個衫褲咩？係自家做嘅哦。佢妹做個衫咩？係自家做。哦，哎呦，很厲害。哎呦，非常嘅客家。要福氣啊！係啊，要福氣。要福氣，佢講法哦，滿意要福氣啊。係啊，都請5年用吧。有幾年好嗎？邊有幾年嘅？要冇？幾加油啊？要冇？做一款天是阿準啊！哈，滿意福氣嘛？冇啦，開玩笑啦。上天是這樣嘅樣子。我要愛好嘛？老師有冇？李秋霞先生有冇？其實啦，佢兩技術真係好想你不咯，非常非常嘅傑出啦哈！從來未帶佢哋出嘅表演哈，兩隻今次千紅個身材又差唔多，各啥有各啥特色啦，啊啲人去當出嘅人，叫乜嘅講法黏滾。對啊。唔該，佢兩隻行個燈籠出嚟就辦裝做嘅。哦，哎呦，真嘅，辦裝棚會議辦裝。應該一面機電咧直接哈，不論新北市特別是一面機電做嗰種嘅創意神族，專門體驗嘅。哦喲，當有創意哦。哦，係啊。我哋父親班就我哋黃店監督師，黃天傑老師大鼓嘅黃店監督師，還有青島先生哈，佢都強下哈嚟搞了班咯，當失望，所以我真看唔起佢哋。啊，你看馬上還有福氣得到佢，從我從啲做嘅衫褲
都给两啥送诶，然后那个耳环吊饰都给带，给他送诶，真的真有心。所以我们是花钱买，客家精神，客家精神，客家人他上腔只是上去了，也就是最好的 model 啊，就会求下欣赏啊。所以哈，今天这个那秋梅鸡有带两条啊哈。请家做诶，苏州嘅，看那位观众朋友，那粉丝哈，有个人福气啊，做的土豆。我朱颜你个面熟的粉丝团呐，真的好不好？就给你们看哪位两个。除一下。来，哎呀，那学生都这么优秀了哈，那请大神出来。秋霞老师是不是也要亲自出马一下嘞？哎呦，冇通去冲啊，有冇做定哦？对了，都唔得咯。你冇啲节目啊，春叶冲啊，你敲冇可能你闹嘢大擂台用啊，冇哈。好吧，那我们就请老师带来一首歌，唱一条歌，好吗？唱一条歌。好，老师你要唱什么？你唱乜嘅啊，先生？學生嘅表現得很好哈。我望藝術的唱一首杜馬跳，還有烏頭。還有烏頭。哎呦，李紅麗老師帶來的舞蹈，好嘛？看下來表演一條杜馬跳，來看看啦哈，來。去耍吧。
背下落雨，天上苦家莫啊亲嘞，心啊心内呀呀嘛，爱就被忘过了伊。哇，真的哦，哎，好，你欣赏好，来，哎呀，真的吗？说好了，说好呀，真的讲哦，我就家啲带学生在讲，哇，秋霞老师真很厉害，按多些还一拍还没讲正经的啊，像人里有些颜色起来，冲个暗温呢，真年清秀呢。哎呀，你特别爱迄六日，你冇一般冇考试啊。哇，这个是真实的呀，要讲真的嘛，赞美你嘅方式哦，冲得好。一点唔敢唔爆装。冲得好，又跳得好。冲的，哎呦，这些美女是相声，来，李红丽老师，李老师，好容易，李老师好。啊，来，往前面站，往前面，还有。好，为了我哋数国曲哈，练清球，林岩的新球会来讲。智慧跟这加心球。哎呀，你看从跳舞文影个身材都保持住哦，真的呀，这个因为金碧上我腾，因为当初你这种人你孟大有讲的是些，我是想过有一种了舞头。舞头我想啲数歌曲都嘛跳，轻喜欢，所以记得我话个林燕老师专业是老加心球讲，加心球是全都加欣赏，就按练，因为一看到记得，所以加师傅创师傅啦，有看到，所以今日替拜合作不是？忙是配合的，那完全冇配合，因为我冇喊啊。李红丽老师第一次跟秋霞老师合作，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接触过客家的，完全没有接触客家音乐，第一次。那你这一次这样合作下来，你觉得我们客家音乐如何？很特别，因为其实它跟那个我今天用的那些动作的一些元素，它其实有跟客家的那个民风有点贴近。对，有些动作很温婉那种感觉，一些民族舞蹈、古典舞蹈，对，它是民族舞蹈的一种。然后我有沿用一些古典舞的一些步伐。这样子，对。所以老师你也是都是钻研在这个古典跟民族。我主要是古典比较多。古典所以今天有把一些古典的元素放在这个歌曲里面。对的，这个青岛我们客家歌曲都汉白三台的哦。平板老三个字老三个也可以。那以前你没有带过学生的都小巨蛋去表演啊，因为三台的。哎呦，小巨蛋呢？那你都一个天晴太飞呢，还主持呢。哎呦，没这个办直销大会。俺买东西某人买。哎呦，真的，今天这种结合，这种感觉上就是不同，很特别，是。视觉跟声音都很享受。对啊，也让我们这种眼睛为之一亮，对啊。你看我们的阿峰谷眼睛一直在看你呢，他从来就没有笑看我呢。他都跳过去，小老师扫过来扫过去。是考证哎，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后堂给发。是啊，再傻的人也知道要看哪里啊，对不对？放眼望去，你也知道要看哪边，对不对？老师每次挖洞自己跳。对，那这样，老师，既然这个古典，你对古典这么有研究哈，那可不可以稍微指导我们一下，教导我们一下，但一些古典的一些动作，手法。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流动的时候，其实用古典的步伐比较多，叫圆场步。这个就脚跟落地，然后再脚掌、脚尖走。对，那个不是，这个其实用到呼吸。
它是用气息提起来，其实蛮难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步伐，就非常非常难，你就练很久。那光这样要练多久？要走到大概你觉得？就是一般就是正规的这个艺术学院学生，他可能要走1年。对，你看，他就简单的。过去这样，对，这事实上它是用搭配呼吸，对，用丹田提起来，这样子，对，这样才会轻盈。我们这样是没错，而且还会比较快。我们走好像是小偷一样，因为他这样子，你这样子会比较快。这可能跟长相比较有关系。查拉来啊，查拉来，正经哎。所以这个专业就是专业啊，这不一样啊，人家是台上1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真的这不容易啊，是不是啊？有唱真民族肉丝嘛？你都是有唱哦，你还在正面看，都是有唱吗？有像空中暗讲，空中暗讲，你啊 DNA 转还有走私的。我叫你摸一下牙不卡一哎，这边有蛮广有些穷哦，有些穷。哎呀，今天看到这种结合，邱下先生，真后面哦，真的带了一条歌，不搭个糖啊。做嘞，哈，来到合唱团哦，你人家按诺，来到合唱团，再带了一首《一生情》。哦，一天动要看条了，好看下嚟啦。